来看前总统马英九的消息。前总统马英九昨昏伫乌兰大学致辞时讲到，无论是伫台湾、伫大陆、伫中华民国宪法上，拢是属于一个中国。这个讲法，陆委会我都认同，认为讲马英九配合中共这个侵吞台湾一中原则的主张，完全违背台湾民众的认知。对了，这个代志的马办，也是马英九办公室发声明讲，陆委会公然提倡两国论，违反宪法。在我们的定义里面呢，我们的国家分两个部分，一个叫台湾地区，一个叫大陆地区，都是我们中华民国。和中国大学生面对面，前总统马英九访问中国第7天，唔但提起到中华民国的宪法，嘛讲到中国1982年宪法的前言，得到安尼结论。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以这个事实很清楚啊。我们不但同文同种，而且双方都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听到前总统马英九安尼讲，陆委会随来背会，认为马前总统安尼讲法是赞成一中原则的主张，完全和台湾的民众认知颠倒边，嘛引起到立委的不满，认为马英九是甲台湾和立委危险的境地。台湾主流社会清楚地认知到，台湾不隶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流意见完全相违背。这种主张不仅不符合台湾的主流民意，甚至于是把台湾推进一中内政的严重的陷阱当中。国民党对于这个一中，我们的心里面认同的都是中华民国，难道民进党不是这样子认同吗？那为什么你们现在就要借由马前总统去访陆的这个行程来大肆的抹红呢？对此，马英九办公室就来反击，陆委会公然提起两国论，是来反对马英九按照中华民国宪法提出对两岸的定位。在咧乌兰停留3天了后，马前总统3号一透早就坐飞行机继续往内陆来行，来到抗战时期北岛重庆。16日，马英九会伫咧下晡参访重庆城市规划展览馆，也佮有中国3级的博物馆，继续伊的中国之旅。也佮为国那边提起到中华民国总统等等的字眼，如今更加直接甲两岸属于共一个中国点出来。马前总统这撮中国行，媒体拢真关心。Hello， 大家好，我是乃瑜，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第一个，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你按赞了吗？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赶紧订阅起来，还要记得按赞，开启小铃铛哦。